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玉天。呢當然有舉辦青島客家流行音樂創作比賽，因為樣嘅比賽呢，發覺青島嘅啲音樂人才特別係投入客家音樂嘅哦。呢今日節目當中推薦一個新生代嘅合唱人 Rita 自家嘅私信推薦，我非常喜歡佢嘅歌聲，佢寫嘅歌曲，佢係馬山呢。我想節目可以睇到新聞大家來欣賞佢唱一條歌曲，咪係2019客家流行音樂創作比賽，佢得到了最好嘅現場演唱獎嘅作品啦。你先來彈佢條歌曲哦。路燈風，暗夜的娘盼得水，愛問月光，兩英雄喊走出來，愛問時間。行行橋，用無限開，愛滿的燈火無人愛，一三人聯繫三人，不是新鮮便宜。一三人聯繫三人，面對所有的事情，搖的就色，翹的就衰，享受就受。想叫就叫。哇，好聽，掌聲鼓勵。今日來到咱節目當中嘅特別來賓也是台嘅歌手，就係強德，歡迎強德。大家好，我係強德。東方喜來到福喜來咧，大家好。哇，家聽唔唱歌嗬，唔知大家有老 Rita 叫我冇，我冇秘密地聽佢唱歌，就係老自家講背嗬，香港我唱呢條歌曲，我啲呢歌曲以前係唔熟悉咁多，啊，當然因為呢比賽香港當到嘅機會唱下熟悉嘅，我唱呢係一條係唔知家喊啊更加長大成熟的歌，係冇？當然非常恭喜耶穌歌曲咩得到比賽嘅肯定嗬，最佳演唱最佳演唱，哇！就係講大家就係最佳演唱啊，就冇一定的最佳演唱，因為我知道，就是每一個創作人、原創者在唱自己歌的時候都是最佳原創，因為他能夠把他最原始的心境意境能夠說得出來，能夠描繪得出來那個畫面。唔過得獎當然係個動態肯定嚇，就本於耶穌歌曲得獎，係咪想話再個挑戰一下，再個下聽語數、第三數、第四數一個肯定。係，我哋講開始教音樂一段時間，唔過正經係也2-3年才開始寫這個歌。去年才開始寫。去年哈，開始寫這個，特別係這個嘅母語嘅歌。係。你買機會本個好，我就來寫。就會，因為對我來講，客家就像一隻元素，就跟國語是個元素一樣。它對我來說，就是我原本身體就會有的東西。只是我在創作的時候就想說，哎，那不然來用客語寫寫看。然後我就拿着吉他彈彈，然後看着一面白色的牆壁，就寫出第一首客家歌的，就是《行溝》。係啊，人家講
也看着一面白色的墙壁，可能不要去下一出来嘛。因为看着白色墙壁比较没有任何的干扰，你就会觉得它是很像一个白布幕的感觉，然后你可以投射任何的画面在上面。哦，那样哈，我第一是苗栗的客家字体哈，细细去讲实验强系吗？对，苗栗的实验。好，跟你自家的写客家歌，就系讲动词言。不过自家的写平常时，俺讲动到冇腔样嘅语言咩？因为特别来写母语嘅歌，同义讲法有买冇腔样冇？自家写嘅时间，写变做歌。客家的歌，因为讲客家就有一种它的声调非常的明显，然后它原本就有一种节奏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中文或客语的创作的差异，就是客语会比较注重那一个声符，我会让他唱的时候也尽量是有点像在讲话，只是加强，对，他的声韵，只是加强他的抑扬顿挫。哦，跟你下，你知道你客家话讲得好吗？不太好，冇清吼。不过同我客人全部有讲咩？就会日常的做得啦。就按你平常时什么？对正经的做唔得，冇正经的做得。哎呀，你跟你下歌的时间，动到嘅目腔嘅词汇啊，因为客户讲我也动上去写嘛嘅，我强想唔出，跟我用嘅安尼。上网啊，懂封片没？查词典哦。系啊，你讲爸妈，请问安尼用会讲，安尼冇记得无？安尼就懂磨面子的用的。懂磨面子哦。就喊会大天发。哦，所以冇方便讲有对排泄啊。冇，因为有时下歌的时间较暗呢。嘿，较压上下。生猛诶！哦，哎呀，变做懂贴心哦，我现在吵到爸爸妈妈。跟你之后，安尼开始写母语嘅歌吼，对你来讲咧，写歌嘅安尼日常当中，有冇较本自家想唔到嘅化学变化吗？化学变化，就像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其实就还蛮多化学变化，因为他在写的时候，不是说真的很难，没有难过到会哭，可是他是在写完之后呢，然后自己听，然后竟然会哭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自己疗愈自己的一种历程，对。所以你知道讲特别写客家歌有疗愈的能力哦。应该说写客家歌，我一开始是比较跟家乡或者就跟我的源头有连结，所以我客语的歌一开始都是跟家人或是跟我的就是家人或者家乡或者亲人有关系，就特别有感觉嘛。对，就觉得那就是一个我在家里会跟家人沟通的语言，对，就所以很自然的用这个客语的时候会想到家人，就动情的感觉。跟你下有写几多首客家歌的？差不多六七首。哦，去年刚开始写，都今年有6、7首了。哦，不错哟，差不多都在做 EP 嘞。在准备专辑。当在准备嘞。对。哇，都好呢。因为我讲创作人有时就会讲，好像这个时候写，可能天公一看，来思考我满意。对。我老去跳重新来写。你会有按呢吗？不会懂加按呢，就是前一天写好，然后觉得很不错，然后睡觉之后烘虫再个看再个糖，用做唔对就按两糖啊，因为就不用多给片油，就不用等下上都会张拿出来重新用过。哦，不按呢啊！糖讲按几米糖到一块头吼呀，比赛地种个强咩系按呢哈，本来没按呢嘅歌哦哈，系本意 wanted 的。嘿，本来在写这首歌要交件的前一天，这首歌才诞生。但是在这首歌之前，其实有先写另外一首，然后也是写完隔天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换过。然后在最后一天的凌晨，然后这时候才诞生这样。哇，凌晨，该意思就是讲，就报名截止日之前，你让老狗搞出去。对，当天就是截止当天。那就还好有丢歌啊，有丢出去。好，不然就少了一个肯定，少了一份奖金，黑不？其实我好像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daylight 的体质哦，都会赶在压线。按你这个肾上腺素激发，按你动态感觉，对。哦，不过按你要不要得奖吼？其实对你来讲，真嘅咩系
推波助澜哈，希望自家有一个完整的作品嘅一个动态通列嘛。错。哦。呀，就是也让很多人比较认识我，然后再次知道功德。对，然后也借由比赛可以认识其他优秀的音乐人。哦，係呢，我知道安尼比賽非常好。大家喺比賽準備當中也後台啊，就會開始唔係馬啥，超有機會變咗哋合作音樂嘅朋友。係，要不然啲講其實有比賽咩有 TP 有邀請金牌導師的培訓。哦，有。跟住就係啦，優秀嘅苗栗之光，咩係向前咩係音樂嘅非常資深嘅製作人哈，金牌製作人王志平老師。係。跟欣賞本買建議，你知道受用無窮。哦，这首歌最后的版本中间会有大提琴 solo，是因为志平老师那时候建议这个氛围可能比较适合走大提琴 solo，原来是 keyboard solo，对，然后这个大提琴是因为老师的建议，所以后来才有这个版本诞生的。哦，对，所以算是可能因为安尼就搶功得分安尼。可能哦，應該有。我想透過比賽後，本做啲認識優秀嘅先生，透過創作人，本創作人有一個舞台做地來發揮哈。等下節目多陣嚟繼續來談講嘅分享，及其他嘅創作，還有更多感動人嘅故事。大家進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晚嘅節目當中邀請到了新生台創作嘅兄弟。喺節目當中，今日頭先韓國嘅歌聲，我知道嘅歌聲係當溫暖嘅。韓國嘅寫嘅歌詞，我知道一感同意咯。再一次來分享兄弟你好。大家好，我係兄弟。係，家頭先有講到嗬，一下開始寫客家歌，算來年人嘅聽聽嗬。還沒有滿年，還沒有滿一年，去年開始咩？對。好，嚴格來說忙到一年啦哈。唔過一下陣時當地準備有6-7條歌曲咧哈。對。講到唔10條歌曲到韓歌、亞洲歌，聽講係人不看人全部非常喜歡嘅歌。因為他們都被我寫進去了。古所以係家人的代表作哈。應該說這是第一首，他們知道我有在寫客家歌的第一首歌曲，那也是我自己寫的第一首客家歌。然後又跟真實發生的事情連結性非常的高，所以他們聽到都會比較有共鳴。古時候不看人就是講，我來的寫歌，就會寫愛的不看的事情，特別吃到會懂感動哈。對，應該吧，要問他們。因為我哋當到嘅藝術家，也講音樂人哈，佢到一開始我嚟做安尼嘅試驗嘅時間，不看人可能就會講，安尼做。咁會搖起，懂堪憂啊！會懂笑啊，因為懂寫字咩？我聽講做音樂有得會笑，我聽講唔講做客家音樂，媽媽就講法咯，佢講乜嘅？聽到客家音樂就有一種好像回歸自己原來的文化，比較驕傲的感覺。哎呦，媽媽安尼同讚，就覺得比較驕傲，做客家音樂又比較驕傲哦。跟街坊鄰居有沒有鄰舍啊？呀，親戚講就吃到他有面子嘅樣。你講係當要花面，當咗媽媽的介紹時，係他們講係拉做客家音樂，當沙片咩哈？唔過你聽到會吃到不看人嘅支持，係遠遠嘅支持呢。真的。非常非常嘅支持你呢。講到咁樣，大家係咪當要嫌棄上嚟談講，到底咧韓國寫到乜嘅故事，上嚟認識嘅不看人時，就去談呢條歌曲，就為大家嚟認唱一下嘛。好，真的。好，韓歌，韓國。韓國填了春風，韓國甜甜嘅米青毛，韓國阿婆嘅記蹤，也韓國阿媽嘅養樂多。
韩国阿妹告诉的小雨，韩国阿爸嘅铁路桥，韩国演主公的山寮，也韩岛家门口，不是上岛安岛，出家去做，总有意义，袂韩岛。袂行动，含起电影的梦想，又几多含梦中，含起电影的梦想，讲起来极快乐，含起电影的梦想。用每寸都整条铁都红过，还记得影的梦想，做得老爱讲。韩国什么？啊，睇下糖的，哇，原来阿妈都会帮人吃养乐多嘿。阿妈以前就会伫市场卖养乐多诶。哦，咁细细做成我当幸福诶。啊，对。阿婆是不是用嗰啲声音冇？啊，乖乖抢一粒冇？就自己去冰箱拿，冰箱你都可以拿这样子。所以应该是从这个故事，糖起来从老二咧，你袂经过咧，无论系按主公，也系讲。行内位总会行到不开门后，嗰东西怎么改动上会写两条歌曲？就会动有画面，就会韩国一冲就会经历的意思，就是很像我从小经历我的想象中的画面，就是一条可能我现在放学的路，然后走过，可是可能再大一点，然后又走过又不一样的感觉，就可能会有经过不一样的东西，经历过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一直越来越大，很像同一个城市，但是你在不同的年纪去经历这个城市的感觉，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人事物出现在你身边，对，然后就会写说，其实走过这么多，或者是已经走到现在，你不需要去想的太多，就是照着你最想要走的地方去，总有一天你就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这样。我就讲得动洒脱，因为你无论系天条唱的歌，两条歌曲，都做在感觉的当，去到讲老自家讲，不是写完的，你自己走的时候嘞，先走再个讲，好，选定一个方向往前走，就很像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嘿，所以很坚定。讲大家下底唱歌的时间，我看电机，我哋喺思考讲，既然人生韩国物界。會到見佢哋湊啲同大家分享嘅音樂，因為其實你本來你不是音樂系的，你係讀體育嘅係嘛？搞體育嘅，搞體育，咁有冇變做線上？有冇走特教老師係嘛？就是以前是教育大學的，所以那個就有讀教程，然後後來就大學畢業之後就先當了老師，然後帶領1年之後又當了。特教老師去基金會唐氏症，然後也當了半年，然後之後就是到現在全職做音樂這樣。哇，咁物界轉折本起嚟講，我冇想安到，我是堅定為行我夢想之路。就是其實有一點小小的叛逆，就是有一點說就是我已經證明我老師可以當的還 OK 這樣子，所以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那一方面也是覺得不想要就是。以後跟別人說，要是我當時有怎麼做，現在應該就怎麼樣。不要後悔。不想要有這種爛的語法出來，對，所以就說，那不如就去做，就不要後悔這樣。就最想做的。所以我覺得一三年去做某個家庭，給予安樣的想法，可能要回溯到可能你的原生家庭給你的一些觀念、價值觀。所以記得我們係非常的支持你來講，不卡就是屬於。理想的實踐派安用英嗎？就是家庭的教育一直都蠻開放的，就對於如果我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會擔心，但是不會攔阻，就不會到會去阻止你這樣子。
只有就是前提是他们的前提跟我最大的底线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让他们担心，然后可以自给自足就好了。有一句话不看你讲，我觉得就是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唐公你现在有非常多粉丝哦，自己办了很多活动，他们就会来，然后爸爸妈妈每晚都现场，无论你比赛呀、开音乐会，然后妈妈看了很多人，特别有小朋友。听过你表演，再回头再来听第2次、第3次，妈妈讲你得重过，就好像是另外一种生命的老师，好感动哦。对，就是其他小朋友的妈妈这样，粉丝的妈妈，粉丝的妈妈说的，不是你妈妈说的，不是我妈妈说的。哇塞！对啊，然后就觉得得到了就是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就这句话对我来说还蛮感动的。对，所以我看到，包含你的相片看到，无论你去参加什么比赛，爸爸妈妈是很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就是到场支持哎。他们就会很想要来，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偷偷的来，会先问我一下。为什么要偷偷的来？也没有啦，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参加，因为我以前是打网球的，然后去比赛，我都会不喜欢家人在旁边。会紧张是吗？就是会觉得小时候很不懂事，会觉得他们很吵，懂脑就是觉得妈妈的声音可能很吵。可是长大比较懂事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家人可以来，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对，反而是一种定心丸，对不对？哇，当幸福而且有功德好幸福，每做在做自己梦想想要做的东西。等下你到站了哈，继续来谈几分享哦。所有朋友真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婷。今日節目當中啦，講得哈大嘴哥非常歡喜哈。而且大家咧彈到咧東河彈咧吉他上，真的太棒了，講得，這是音樂你沉醉在音樂當中哈。當然你好彈音樂，唱寫好彈音樂，咁對你來講，影響你動情的音樂你係嘛啥？你咧節目當中有這個一起快問快答，我問你講哎呀。好。嘿，對你來講，一定要選一個就對了。也係講，其實你係做木業創作啦，吼，嗱，我像你係當有特色嘅，係，你像影響你動態係嘛，馬莎，一沙、兩沙、三沙、四沙，全部做的。好，濤哥那個陳永濤啊，濤哥，然後子軒哥，然後謝宇威老師，然後 Win 哥，就是如果在客家方面的話，對，你就影響你動態。因為就家人他們原本就有買那些 CD， 可能家人就會買，然後耳濡目染就會覺得客家歌其實很好聽這樣。以前冇去到客家歌東河堂呀？沒有接觸到就不會去想這些東西，就會覺得客家歌跟大家的印象一樣，停留在可能老山歌還是那種感覺。直到就家人如果有買一些 CD 還是什麼的，就會聽。東河堂。原來客家音樂做得安尼做。嗰時其實講到家講嘅，可能係也下當到嘅後生人會想講，可能我知道嘛，個係客家歌呢，可能係喺老頭擺嘅東西，都見可能係迷思，因為冇接觸咩，我接觸就知道講，原來東河堂有當到嘅可能。都冇強用。都一下你自家想做，用嚟做出屬於你自家嘅客家歌。客家歌去改就會。每次都屬於我自己的話，就是一定是要夠真誠。就對我來說，有這個故事嗎？對，就是它一定是有一個很有畫面，或者很有故事的一首歌，它才會成為我願意拿來跟大家分享的歌。對，係啊哈，嗰首都呀哈，目前為止。有舉辦自己個人的售票演唱會、音樂會。對，就是自己的專場。專場，對，講到專場還懂不簡單的，就一人專場這樣，就是在自己姐姐店裡面辦，然後它是我的生日音樂會，就有點像強迫大家來幫我過生日的感覺，有搶粉絲的過生日，對，唐公完售哦，對，爆滿哦，沒有很大，因為聚集按到給粉絲。就是應該說，從我大學的時候就有在駐唱了，然後一路就有到現在都還有在駐唱，可能就有累積一些聽眾朋友，或者是就是喜歡聽歌的朋友。
哦，講完太好時就開始做表演吼，喺舞台當吼，然後也下有翕到嘅樣片啊，無論係創一家嘅歌，也創拍三年嘅歌吼，其實安尼累積有到嘅分量嘅東西吼，對你來講安尼做到也下對表演也件事情吼，你即間用來看。表演呢，知道有分懂得種，因為駐唱，對我來講駐唱就是很固定的地方，它比較像是就是以觀眾取向的，就是對我來說是個工作，對，我可能就是苦中作樂居多，沒有啦，就是唱片嘢個，你會點歌嗎？會啊，就是要給大家點歌，就是會，就是有點像娛樂大家的性質為重。那我比較喜歡的方式是音樂會。就比如說我專門辦一個售票的音樂會，大家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聽歌，而不是說我來是為了跟朋友吃飯聊天，我只是背景音樂，就是取向就會不太一樣。就當單純彈唱歌，對，你唱慢嘅，我就出去彈慢嘅。對，我就可以很專心的掌控整個氣氛。鼓手一下安尼做，好像蠻有心得哈。今年生意又要多嘞，安尼係嘛？去年生日會辦，是因為我就跟自己打賭說啊。如果生日是假日，我就辦。結果一看，假日，好了，就辦了。怎麼那麼有趣？按你去記盤了呀？對，然後我有看了一下今年的，不是假日，很神奇。呀，就會行動派啊！之後你係上週嘛，跟你去真人工啊，就會去做誒。跟呀，他目前專輯規劃都用誒，進行得如何？其實有點卡關。用誒呢？最近有點卡關，就是。新歌是一個，然後再來就是錄音方面，因為一首歌要錄進到製作的時候，會越來越討厭這首歌，因為你要一直重複聽、重複唱，它會消磨你對這個歌的畫面或者是新鮮感，係嗎？對，新鮮感也是，然後畫面也是，因為可能為了這句話的語氣或者是技巧啊什麼的，會稍微再琢磨，或者有配唱老師會琢磨，這樣子就會覺得。有點消耗我原來這首歌的感覺，但是還是在努力的找這個平衡當中。鼓手一下係懂得留言嗎？對，正在錄製中。對，哇，冇簡單哦，冇簡單，恭喜，加油！慢慢來，一個一個來。因為彈講地度一下人講兩首歌曲係有得獎誒。好，鼓手一張專輯有10條歌嗎？差不多。鼓手還有當多條係冇彈過誒。對。喺節目當中做啲點歌喎。搶先聽。因為呢之前有一個發通嗬，我哋台灣客家時我從來係去頒發通邀請強德來演唱。哇，有一條歌嗬，我彈呢，我就會跌木子。本唔衝到係木子就會跌下來。衝到咩會木子跌下來？真嘅啊，嚇！大家為生之而準備嗬，一首歌人都阿婆，喺度衝阿婆。真嘅，望你想去衝埋一個，我就真係衝，一路衝到走遠頭去。中別條好嘅。唔好一半睇架彈阿婆就做嘅，可能咁你想去同睇架朋友買一個。慶賀嘅小事。哦，慶賀嘅小事，彈起來一塊肉哦。真嘅嗎？冇同塊肉啊。冇同塊肉，本睇架彈一下好嗎？好。慶賀唔係最好的消息。最好的消息啊！但是它其實是就是比較難過的一首歌。哦，跟阿婆很用嘅歌曲，唔講啊，故事詞啊嘛，結婚。阿婆就會兄弟阿婆下一個，其實阿婆比較像是我怕我忘記自己跟阿婆之間的記憶，所以我趕快記下來我還記得的，因為在我回想或者是在寫這首歌的時候，其實有一些片段已經忘記了，對，所以我就有點擔心，然後我就寫，但是我把它在寫這首歌之前，我寫了一封給阿婆的信，然後就是用那封信當做主軸，後來才有這個歌詞出來。跟見面冇重用做得呢？做得，衝一系列。好啊，因為都好彈啦。問題個彈課呢，是啱咪下自己嘅阿婆。好。QQ 的辣椒。皮蛋水磨，對呀嘅事情，愛啲唔多，用會唔多。
下巴有情不哦，阿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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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路，有通途。爱写的客家歌么？哇，非常感动！你爱做播讲的啊，请假做的有你亲满意嘅作品同大家来见面，再次感谢神梦带的暗后堂一个，还相信。大家聽嚟咩非常感動哦！大家期待講啲嘅作品哦，你感謝大家今半夜來收看福氣來咧，也請大家等下繼續聽林先生來做運動哦。希望大家真嚟了。